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9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京东啊。前一阵子这个京东向这个外卖进军布局外卖，这个弄得动静也挺大啊，经常上热搜。关于京东进军外卖这个，我好像做过一期节目聊过我聊到了京东为什么要做外卖而且我结合我自己2014年那个时候做本地生活，这个有那么一段几年的这个创业经历，正好跟外卖那个美团对吧？跟他们美团不是提出什么叫即时送嘛，应该这个意思这名字我忘了。总之它主打的概念就是依托本地对吧？30分钟之内给你送到，万物什么商品都30分钟给你送到。我还说了这个概念10几年前咱们就开始弄了，不过实践证明黄了。现在美团又在整，因为美团它进军的是这个电商领域了，这个相当于就是在抢这个京东的地盘，而且美团这块业务好像也最近发展的似乎还挺快。按照他自己的宣传那这个肯定让京东不爽对吧？京东所以他像美团的这个纵深，美团的自留地就是外卖，那么京东它就要向外卖进军。所以前一阵子这个京东的负责人对吧，又是自己亲自送外卖，又是跟那些外卖小哥吃火锅等等都是一直在上热搜那么现在这个京东外卖到底怎么样了？我今天看到一个视频这个是叫帮帮团，微博账号叫第一帮帮团，他们实地走访这个京东外卖上面的这些店家，这些所谓的品质堂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看了之后我觉得这个触目惊心它叫品质堂食造假上线，京东外卖急需把好关，就是把好关呢。多家京东品质堂食外卖造假过审上线。今年2月份，京东外卖正式启动品质堂食餐饮商家招募，堂食标准意味着对商家的经营实力、卫生状况、就餐环境等都有更高的要求。然而帮帮团却接到市民爆料，称不少京东外卖上线的所谓品质堂食存在货不对版、平台审核不严的问题。这个帮帮团的记者实地走访，大家看视频记者通过京东 APP 秒送外卖，搜索了福州上街大学城周边几家挂着堂食标签的餐厅，其中米斯乐披萨意面和土家酱香饼店平台上材料显示门店完整沿街，桌椅摆放规范整洁。可当记者找到2家店铺时，现状却与照片有出入。这是你在京东上传的门面吗？对，这在里面之前和这个有堂食的照片吗？对，这是哪里原先的，那你现在是没有了吗？现在没有了。这个照片哪里来的？我那个分店你是用分店的照片去上传的？你这只做外卖？只做外卖，很多都是这样子2家店铺蜗居某楼栋2层角落，地址难寻，不大的房间里无法堂食，只做外卖。实际门头更是墙上随意一贴的打印图或手写纸。这样的外卖店是如何成为京东平台上的品质堂食餐饮店呢？现在没有做堂食吗？那你怎么还把原先的照片给它提交上去？因为他之前他又上传那个照片嘛，我们就把那个刚好有以前的照片嘛，不上传那个就过不了是吧？过不了。不仅没有堂食，记者注意到这家酱香饼店的后厨还养着猫。做堂食不要去养猫的，对吧？我知道，因为这个我是领养人。你不领养，不能跟它吃的地方，你看它堆到这里一起养，你们能不能在它上爬上爬下的那个？随后，记者又走访了一家翻滚吧炒饭店，炒饭店隐匿在某2层角落，周边没有指引标识，顾客想上门都难寻。而平台上传的堂食餐桌，实际却存在商家自用的情况。这个是你们自己吃饭的地方？我们自己吃饭，我们自己煮饭在那里。有做堂食吗？堂食的话，有做吗？也有客人来打包。平时他如果要吃的话，也会在这边吃。再看这家牛排意面店的堂食餐桌，明显临时拼凑。记者到来时，椅子已经撤离，变成置物台或者人员操作台。提及堂食，工作人员就又指向了另一张泡茶桌。你可以做自己吃你自己做没关系。那你们自己在这泡茶呢？没有做堂食的。做外卖。看前几天我们老板他也要求拍照，堂食一样。这不是没堂食吗？怎么拍照？就是摆几张桌子咯。走访中，记者发现部分上线门店的经营证照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不符合。
比如，明明登记在某路上的羊肉粉店和一家饮品店，实际上却都开设在某大学食堂里。现在没开了，营业执照还没注销。那你这个证件后面为什么没有去改这个地址？改一下对呀，上不去啊，餐厅里面只有一个食品卫生许可证，要独立的才可以上，是吧？对，这个意思，因为它还没完善去。巧合的是，两家店的负责人还是同一个人，都用了这样的方式上线到京东外卖平台。那你这个也是用校外的证？对，是。你出餐的点和营业执照登记的不一致，这可能会存在幽灵餐厅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给他下掉。在京东外卖商家中，记者还发现，苍山区一家北京烤鸭和一家手撕鸡店铺门头简陋，两家店给出的店内堂食照竟还是一模一样。那你们现在这个就相当于有客人来堂食就坐这里啊，就手撕鸡也是你们的哈？原先那就是我们，大家都没有业务员。原先的话，我那个营业执照没有来注销，然后他说可以上，然后我就手机直接上传就可以开。从目前走访的内容能够看出，针对商家上传的材料，京东外卖方面并没有经过认真审核，而这些店铺目前都已上线对外经营。调查中，记者还走访了马尾区熊掌门炸物店和苍山区的香达克炸鸡店，两家店都拿以前门头照蒙混骗审。虽然现有店铺配备就餐位，但难与品质餐厅联系上。你们这是自己吃的吧？我们这自己吃，堂食也有，然后我们店里也有人吃啊。平方才38个平方啊，然后就那么多位置。然后晚上我回家睡觉，电动车还要推进来。甚至这家店用卫生间当储物间。是洗手间还是储物间？储物间，能开看吗？哪有储物间？你这个就是卫生间。没有用，有马桶哦，你给马桶不在这里啊？哎呀，这个天花板也是钉的，我中间要装修了，就是怕老虎。哎呀，这个苍蝇满天飞呀，没有卫生啊！连蚊子的都没有啊，你苍蝇的。在外面，你里面也要弄一个这个苍蝇，哎呀，洋葱这个丢在老鼠夹的位置，买来的青菜也是丢在这里，你看这个苍蝇到处飞。长期以来，在外卖餐饮店中，卫生和食品安全一直是管理难点，在美团和饿了么中均存在。京东作为国内知名电商，拥有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庞大的用户群体。京东外卖提出的品质堂食餐厅定位，一下子击中外卖痛点，捕获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品质的追求。但这品质，我们消费者更希望不是宣传口号，更不是放松审核，让幽灵外卖有了生存空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达 5.45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约50%。今年2月，为更好满足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品质外卖的追求，京东外卖正式启动品质堂食餐饮商家招募。根据官方发布，仅上线1个月，覆盖126城，入驻30万品质堂食餐厅。京东外卖如此快速抢占市场，他们是如何对这些所谓的品质堂食店进行审核的呢？您的相关的证件嘛，要齐全嘛，就是营业执照啊、食品监许可证啊、法人身份证啊这些的，然后必须是有堂食的，不是说就摆2张桌子呀、凳子呀这种，就感觉很敷衍的那种。从京东外卖平台上的商家提供的照片来看，有些其实不难看出环境比较一般，离品质堂食显然有着距离。但这么明显的照片都能通过，这就能理解记者为何轻易找到这些问题商家。你们会来实体店里去拍照查看吗？什么样的流程去认定呢？提供的照片嘛，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前期我们也是可能太忙了或者怎么样，也有人反馈过来说有的不是品质堂食嘛，其实后期我们都会去核实的。京东客服为记者提供了京东外卖福州片区负责人，他不仅明确不会到店审核，甚至引导记者如何拍照通过审核。是，那你门口能摆那些桌椅这些东西的吗？没有做堂食这一块，对应的那些能不能拍？如果能拍的话呢，还是能。怎么拍呀？就是你看过去有堂食，不会下来看。1-2张椅子、1张桌子也可以，是吧？对。法律人士表示，当消费者冲着京东影响力、京东宣称的品质的外卖，实际得到的并不是品质商家，
这对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选择权是种侵害。京东的外卖平台仅仅是依据线上的图片进行审核，未进行实地的一个审核的话，那其实它是未能尽到审慎审核的一个责任的。一旦商家他利用虚假的一个信息入驻并且损害消费者的一个权益，那么这种时候平台它其实需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如果说平台它是因知商家他有存在这种虚假的一个信息，却未采取一个有效的一个制止措施，那么我认为他可能不仅仅面临相应的一个行政处罚，那么还可能会对消费者的一个损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地推人员只顾推广，没有根据实际情况严筛严查，线上平台又仅凭商家自行提供的照片材料就判断是否品质有无堂食，这样的审核机制无疑会让一些弄虚作假或根本不符合品质堂食的商家轻易上线。在记者看来，此番京东外卖的入局，短期内通过价格补贴和免佣金政策占据市场，吸引了一大批消费用户。但品质外卖不是喊出来的，应该全流程严格把关。我们希望京东外卖别把自己的路子走窄了，开拓市场走得稳，才能最终留得住。而我们也更希望看到外卖行业的竞争发展的走向是为商家、骑手和消费者带来更多选择与福祉。帮帮团接着报道。这个视频我看完之后，我可以说是大失所望。这个京东外卖啊，我本来想用的，但是我把这个从这个京东 APP 进去之后啊，我一搜这附近，我没有找到，就是我去吃过饭的那个饭店没有搜到，我只好又上美团，在美团上面找到了那家饭店，就是我去吃过饭的我觉得他们菜还可以，所以我本来是准备用这个京东的外卖，但是因为没找到，对吧，自己认可的那家店，只好作罢。就我在想作为消费者你不能因为平台说叫品质堂食你就当真了，你还得对自己负责，对吧？你在平台上面点的那个商家最好是自己实地考察过的，就是你在那吃过。为什么说这个记者调查的这个京东让人大失所望因为京东它这个外卖为什么短时间让大家非常关注，就是他说的叫品质堂食，它直击消费者的痛点。因为我们已经受够了，对吧？这个以前的外卖平台，那上面提供的这个外卖很多都是专门为外卖而应运而生的那些商家就像这个视频里面所反映的一样，什么在厕所里面，什么在最犄角旮旯里面，什么在垃圾场，什么在地下室，污水横流。但是你所吃的，你点的那些美味可口的外卖就在那儿加工出来的，苍蝇乱飞，老鼠蟑螂乱爬，对吧？这些商家做的东西能吃吗？作为消费者，对吧？现在叫苦某平台9亿，这个时候突然京东说我们要搞品质堂食，让消费者似乎看到了救星，看到了希望，眼前一亮，大家相信京东。结果你看这是不是让人失望？当然了，京东它直击还有一个痛点，就是对这个骑手来说，我们广大的骑手作为这个最艰苦的这个打工人牛马，他被算法困住，这是对吧？由来已久的一个痛点呢。第二个呢，这些底层人、劳动者，他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五险一金或者是养老医疗保险。但是京东是不是对吧？他首先提出来要给他的那个叫外卖员解决这个养老和医疗，解决社保，对吧？这些口号这些想法都得到了广大的这个骑手甚至得到广大网友的这个拥护和支持，还有掌声。但是我在这个京东外卖这一块我也曾经说过，我们冷眼旁观，你先看它发展，让子弹飞一会儿，明年再看。毕竟像美团外卖发起进攻的不是京东一家，按照美团自己的说法京东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们都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自己就没了。这个京东能不能坚持1年，就是外卖这一块，这个说不好，难度不小我今天想聊的是什么呢？我今天想聊的是仅仅限于京东也就是说这种直击大家痛点，然后他振臂一呼，我们非常拥护他，然后他实现快速发展。但是最终落了一个什么呢？就像周处
除三害啊，杀掉恶龙，最终自己成为恶龙，这种事情不少。这个，尤其咱们这个历史上振臂一呼，对吧？推翻一个王朝，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王朝，然后周而复始，除恶龙，最后自己变恶龙。你从现在看啊，这个京东的所谓的品质堂食，正好利用了大家消费者这个痛点。结果他自己，对吧，还没有取得胜利呢，品质堂食已经变成这种污水横流，对吧？这个厕所里面的外卖专供。实际上我想啊，这个有很多骑手啊，他到底对这个京东的这个社保，对京东的这个待遇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很快啊，就有人会吐槽。实际上现在你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也能找到很多这个外卖骑手的吐槽的地方啊，还有商家吐槽的。我想说的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警惕这种，对吧？利用你的痛点，来达到他的目的。他借助大家的痛点，除掉对手之后啊，自己成为新的恶龙。实际上就是利用民粹，这样的例子特别多啊。我们仔细想一想啊，我们以前经常说的这个三农专家加特老师，香港的卢教授，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对吧？他们所描述的现象都是对的，都是直击痛点，但是他们提的解决方案，他们提的那个路径，本质上就是饿死人的路径，搞下去最后就是人相食。但问题是他又直击痛点，所以他的这个拥趸呢，粉丝特别多，因为他说对了，确实这个社会就是个现象啊，痛点。所以我啊对这个啊是比较警惕的，一切利用民粹的，咱们都要小心。即便他说对了啊这个现象，但是我们也要对他他的主张，他的路径，对吧，要打个问号，甚至啊我们要对他的动机要进行合理的质疑。你利用消费者这种希望这个食品安全，对吧？你利用这个外卖小哥他们权益想得到保障啊，想走出那个算法的困境，然后你达到目的了，你跟美团掰手腕了，你跟美团平起平坐了，你成为美团那样的人，你跟美团一样了，那就是你利用了消费者，利用了骑手，利用了商家，最后你成为美团外卖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你呢？大家知道马斯克吧？我以前我比较支持马斯克，你无论马斯克搞的这个特斯拉，还是马斯克他的这个什么筷子加火箭，还是马斯克的这个星辰大海，对吧？移民到火星，这些都非常让人热血沸腾呐，对吧？感觉马斯克要带领人类对吧，在引领人类在向前发展。但是自从他在美国搞这个百日维新呢，我对他有了新的看法。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美国发动民粹。这样的人一旦他要发动民粹，那危害更大，太大能量大他要走了歪路，他要走了邪路，那造成的这个伤害，造成的损失那是更大。他在美国，对吧，搞的那一套，刚开始你看不出来，你觉得还挺有意思，雷厉风行，人挡杀人，鬼挡杀鬼，对吧？以这个离庭之势把美国的公务员系统给搅个天翻地覆。但是我们也能发现马斯克他搞到现在，他已经离开这个效率部了吧？他有一个实锤的嘛，说这个美国往哪儿支付多少钱支付到谁身上就被人贪污了。为什么到现在没找到这个贪污的人呢？后来我们发现马斯克他就是搞未审先判，就是发动群众。还有很多人为这个叫好说马斯克就不想走那个程序，那程序要时间很长美国的法律又是，对吧，程序繁琐等到你程序走完了，那特朗普就下台了。这个不是理由这个不是你发动群众的理由。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我们要警惕就是搞民粹所以我对马斯克有了新的看法。按照这个张维迎说的，对吧，马斯克要是从政的话，那就是个悲剧。如果马斯克不从政，搞他的科技，搞他的商业，那恐怕还有大成就这就是我的观点我们要警惕一切搞民粹的，我们要警惕一切貌似直击痛点的，然后再装神弄鬼，先让你尝点甜头，对吧？一旦你认可了，大家都趋之若鹜，你最后你也准备买单吧，社会一起买单。另外一个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我在以前节目说了这个京东搞外卖实际上是流量焦虑，外卖这个很难赚到钱如果真的能做到给骑手这个解决社保，那这个外卖平台应该就不赚钱，甚至还倒贴钱。因为这叫不可能三角，就是你既然要让这个骑手，对吧，收入高，完了之后他还能解决他的社保，那你就得有更多的利润。你这个利润从哪儿来呢？利润只能从商家那儿来。那商家也要赚钱，而且商家是堂食，那商家要赚钱，他要让一大部分利润要给平台。那商家的钱从哪儿来呢？只能加到消费者身上。商家只能要么是价格提上去，要么给你量降下来。那商家总不能赔钱吧？那对消费者来说，那我点个外卖比我自己去吃居然贵了30%，我凭什么？对吧？那有可能大家就去堂食，平台还要赚钱。就是你不可能做到消费者、商家、骑手、平台这四方都满意。所以说平台也可能在外卖这块他就不赚钱。
美团说啊，外卖不能超过5%的利润，就是平台啊。实际上啊，京东啊，对吧？它承诺啊，不超过5%的利润，但是实际上美团啊，你跟着它的财报，它5%都到不了，也就是京东你说5%你都已经高了，美团它是上市公司啊，它这个外卖的这些相关数据啊都有啊，京东以后也会公布，它也是上市公司啊。所以京东进军外卖，它只是第一步啊，它的目的啊，实际上就是为了流量。外卖作为本地生活的一个入口，对吧？它第一步先是外卖，后面它就会有各种啊，比如说这个电影票、买菜、骑行啊，就是共享单车，甚至以后啊，它这个轿车平台、打车，它都会介入。整个的一个美团现在干的，它都干，这叫本地生活啊。为什么搞本地生活呢？本地生活不赚钱啊，主要是流量。大家想象一下啊，对吧？我想这个每个人呢，你都在京东上买过东西啊，都曾经或者现在还是京东的用户。你自己想一想，你现在一天或者多少天你才会打开京东一下那个 APP？ 很多人都忘了，这就是京东焦虑的地方。你不打开京东 APP， 京东上哪儿赚钱呢？它没有流量。完了之后，你本来有这个在线购物的需求，被引到哪儿去了呢？引到抖音上去了，抖音商城，被引到拼多多上去了。还有人被引到阿里呢去了，淘宝、天猫，就是竞争非常激烈。京东作为一个纯电商平台，它那个流量怎么来呢？它那个流量非常贵，没有一个用户啊说我坐这没事干，我刷刷京东吧，我看看京东又卖什么东西了，没有这样人呢。你往那一坐，你都是刷抖音，要么就刷微博，微博是给淘宝导流，微博是有阿里的股份呢。那阿里为什么要买微博啊？不就是流量吗？要给它引流呢？拼多多从微信引流啊，抖音它自己自带流量，那京东从哪儿引流呢？它没流量，焦虑啊！它又不能像某些这个网红超市天天搞热搜，它也搞过一阵子啊，它去年年底对吧？通过这个回老家送钱，那个成本太大嘛，是不是？去年年底这个京东的创始人回宿迁老家对吧？老师送多少，60岁以上人送多少对吧？也上了好长时间热搜啊，然后他各种想办法上热搜，也就是为了流量啊，引流嘛。但是这种对吧，靠舆论靠这种话题来引流，成本也高，而且这种流量呢参差不齐的，好坏这个参半，所以还只能靠业务，靠本地生活。京东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所以你要搞明白，这些企业都是流量焦虑啊。这个人民日报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啊，网红企业、互联网企业主要靠流量，但是引流也要有底线，搞流量不能不择手段，成也流量，败也流量。靠流量起来的，最终都是因为流量枯竭而消失啊。搞民粹的也最终会被反噬，很容易翻船呢。希望京东引以为戒，对吧？这个你既然打出了品质堂食，对吧？你抓住了消费者的痛点，那你就得好好的解决，你可不能糊弄消费者，利用一把消费者，这个必然会遭到反噬。我现在对这种能够精准的直击痛点的，这本能的要提高警惕。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